哪讲哪学。小平啊，你下过去吼，你嘛唔是爱开这款安尼的店来做生意啊，唔是？你物件拢总准备好势啦。哎呀，安娜飞哥，这门面功夫哦，我已经做好了。我想讲哦，有这四爷头家、牛头家说哦，做门牌。哎呀，我看等到到时啊，这客似云来的啦。刘小平，啊，你是做生意还是做夜总会？啊，你用你来做招牌啊？我看你较紧看店好啦，你定都倒去你安尼做生意。是咯，小平啊小平，你唔习惯，你看袂使啊？你无听过咩？水面水鱼边，扫地扫饼边吗？哎呀 ，Jason， 你又唔是讲头一摆捌我，你嘛知我暑假清气的、清气想的嘛。我起来吼，等了嘛是有刷牙、洗脸，整个水水冇出门的啦。是讲一项啦，扫涂骹我不扫呢。我看我所讲的，你真的是无听入去鱼缸啦。我看你对厝我除了扫涂骹，扫涂骹时阵呢，我爱清理你的鱼缸，佮会练脑啊。水面水鱼边，扫地扫饼边。意思就是讲咧，无论我人做啥物代志文好咧，就袂使靠这个表面的功夫啦。相款你水面的时阵，就要注意你鱼缸边的这个清气嘛。个扫涂骹咧，就要注意到这个饼啊，还是这个拄后尾的灰尘，安尼款咧，该确保你的人，个你的厝咧，无论是内面还是外口，无论啥物时阵咧，拢是永远清气啦。其实这句话咧，个较深的意义哦，就是劝我人咧，无论做啥物代志咧，阮定着爱井井有条。若是无你靠这个表面功夫吼，无偌久咧，就互人看得出，其实是你本身的料无足啦。安尼款咧，真紧就会破功哦。我人的长辈咧，经常就会提醒我人，甲我人讲，决定我人一生的吼，唔是命运，唔是我人的才能，而是习惯。所以各位同学，由今日开始咧，做定建立起好的小习惯，互这款小习惯咧，成为你人生当中的大学问，好无？我今日校长咧，在这边为你加油哦，好，乖。是啦，讲了啱啦。刘小平，你若无臭戏人哦，这句话你应该听得会明白咯。明白啦。明白吼，真的是啊，内面外口的准备功夫拢真正重要的。若是到时你正式爱开店吼，你找我甲飞哥甲你斗骹手，你找我人剪彩，我人互你一个真好的 discount。是哦，好 discount 哈，慢慢等。